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利用短短的时间介绍印光大师。你们大家都了解，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来转世的，他是一个有德有恨、有修有正的高僧大德，世人都很敬仰。他讲了这几句话，给我们很大的鼓励。他说：“果能生死心切，信得急，不生一念疑惑之心，则虽未出沙钵，已非沙钵之酒客，未生极乐，即是极乐之嘉宾呢。”这几句话多么有代表性，是重中之重，提醒我们大家：你如果生死心很切，我们知道娑婆世界是个五浊恶世嘛，生老病死嘛，种种的折磨，而且外在很多诱惑，我们的心态难以改变，所以我们住在娑婆世界，很容易随波逐流啊，被这个环境所污染了。如果你生死心切，你对世间不会贪念，一旦离开的时候，我的心非常的迫切，我一定要到极乐世界。你的心是这么一个观念的话，信得急，不生一念疑惑之心。如果我信，我一念佛，阿弥陀一定要救度我。你信得急，你要信得够哦，要强哦，不要太肤浅哦，不要信得太表面哦。你要信到你心坎里面，不生一念疑惑之心。你不生一个念头，什么念头？怀疑啊，迷惑的心啊，你不会怀疑，不会颠倒，不会去猜疑。如果你能建立绝对的信心，具备这个条件，那么虽未出沙钵，沙钵是人间了，你还没有离开这个人间，但是已经不是这个人间的酒客了。有的人贪念啊，痴迷啊，他不知道我们的肉体是个假象啊，灵魂才是真正的你本人呢。如果你在这个娑婆世界一直贪念，你就怎么样？你肉体往生了，但是你的灵魂还在那边徘徊啊，在那边流浪啊，这是最悲惨、最可怜的。所以，如果你出沙钵的生死心切，非常的迫切，我了解到世间，如果我再多待一天，我就是造罪造业啊，无量无边会沉沦啊，一直受苦啊，我颠颠倒倒的，迷迷糊糊的，我不要。一旦如果因缘到了，我绝对义不容辞、义无反顾的，一定要到极乐世界。所以，如果你具备这样的条件，你已经不是长久住在这个人间的客人了。未生极乐，虽然你还没有到极乐世界，但是你的心是向往的极乐，你已经是极乐的嘉宾了，已经是佛陀最疼爱的孩子喽。他非常热烈的欢迎你来喽。各位，只要你有信心念佛，个个都有条件。人人都有资格可以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一章我们简单的告诉各位，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勉励，不要把心摆在这个人世间贪念追求，你的欲望无穷，无形之中对你来讲是伤害慧命啊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祖师大德的苦心，我们要遵照他所交代的话，好好的念佛发愿往生西方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